中国已经来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总统蔡英文伫个昨就已经来指示着行政院提出人道救援的专案，由陆委会负责来规划。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讲，这个专案会依照4个原则，由政府来主导，由陆委会来做跨部会整合。若港版的国安法已经通过啊，咱的港澳条例是不是要停用呢？来看陈明通安怎来回应。中国人大今日要表决香港版的国安法，严国总统蔡英文进前就讲，香港情势一旦发生变化，而且停止适用部分还是全部的港澳条例。陆委会解释讲，因为港澳条例处理的那是人民之间的往来尔。港澳条例它比较特别，我们是把香港在政治上看成是第三地。所谓港版的国安法，它实施了，那么明显的降低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它这个 autonomy 呢？含金量啊，显然下降。香港版的国安法对台湾的影响偌济？陆委会强调讲，这个评估。蔡总统呼吁中国政府唔通安尼做。陆委会嘛规划专案，包括4个原则。政府主导啊，由陆委会做跨部会的整合，由政府所成立的法人机构来执行整合民间跨部门的所谓这个公司的协力，政府编列预算挹注经费。陆委会刚才提出原则，讲行政核定对使实施。会尽快。尽快是多快啊？我们尽快。你不要总是用文字游戏来糊弄百姓。不会比你想象的晚。我本来期待你今天就会提出来，我对你的期待是如此的深，你知道吗？是的，谢谢委员。不过因为政治因素来台湾的香港人到底有偌济？陈明通无想要加讲，嘛认为讲港澳条例第18条和行政机关有真大空间，无修法的必要。